啊呢？条条骨去遐遐尔清楚。哪呢？请问咯，请问。谢呀，你来得拄好呢。这小盘吼拄则拢藏咧遐啦，啊，佮逐条吼拢已经算好啊呢。来，你看卖。啊。嘿。哎呦，哦，阮二姐是真熬呢。哎呦，我拢清清楚楚。嘿。哎呦，哎，当时小盘来伫咧遮啦。哎呦，我找规半晡安尼，找拢无安尼。哦，二姐你是真熬呢，你真厉害呢。迄小胖我咧规礼拜安尼吼，较算较对哦，迄小拢袂歹。啊，你安尼哦，搭我时间尔吼，算较清清楚楚，吼熬熬。真了假啊！无啥啦，真哪有啥物啦？哎呦，三八小弟啊，啊你就知影我做阿姊的人哦，当然嘛较辛苦的啊。啊，这小婆啊有紧甲算算的，啊是讲哦，啊小弟啊，啊你小婆啊伫倒摕着的。哦，啊，就迄落请问啊，我。是啦，二小姐，啊，阮咧看吼，你可能昨暗算车的时阵吼，算了伤忝啦，啊，全甲迄小破放咧遐啊。我是咧看讲吼，可能天气安尼乌阴乌阴，啊，可能会落雨。迄若放咧遐吼，啊，若孤去吼，就无彩你咧算哦。请问啊，你讲哦，这小破会放咧遮，啊，是你发现到的哦？是啊，二小姐。啊，多谢你呢。小弟啊，啊，无安尼啦，阿姊吼。这本小宝摕等去互顺顺看看对对，看有啥物唔对无，啊再来摕来互你啦，吼。迄是讲哦，我感觉真奇怪，共老爸先头脑查下者，二姐，我摕转来看卖，看你安怎算的，我头学嘿。是啦，我跟你讲啦，小弟啊，小弟，哎呦，先讲，你等来啊，来食饭。先安好偌开啦，咸菜无好心啦，莫安尼啦。啊，你都知影吼，即摆你开的钱遐尼伤啊，啊你讲吼要进京考试，到时阵吼爱用足侪银两的，啊你算讲足济臭的安尼，你嘛小同情恁娘囝，对千金小姐哦做甲变糟，敢若啥物代志哦拢我家传，咱生活爱较俭的，莫嫌啊啦。娘囝，我实在对不起你啊，娘囝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是啊是啊。啊，都今仔日吼，先生今仔考试啊。考试？啊。考试好啊，是考啥？考北古文啊。北古文？北古文哦，啊你遐尼认真，应该哦读了真好答着啊。是考什么题目？哎呦，莫哭啦！是考什么题目嘛？啊，都考识字记啊。识字记啊？啊，当这个题目哦，都3工前你读过啊，你应该哦写了真好啊。3工前是3工前的代志啊。你的意思是3工前，你有搁袂记一啦？是安怎啦？就是因为袂记的吼，啊，我都怎啊甲写。写啥？你家己看。写。先写伫第3页遮。色香味全，书字刨艺，记忆徘徊不忍去呀。但你是咧写啥啦？写这哦文不对题。小龙凤地。对啦，娘囝，先生吼，嘛是照你讲的安尼甲我骂啦，讲我酒龙饭地对啦。啥？你即摆讲啥？先生嘛，你酒龙饭地哦？啊，我也袂堪你去。我想讲哦，哪会安尼甲我骂？我来找先生算账。娘囝，你袂用去找先生算账啦。是安那袂用的。啊，做先生的人吼，遮尔无礼教对。怎么讲哦？哪会用上学生的自尊？虽然讲哦，你是酒龙饭地哦，但是哦，嘛袂用要甲你老自尊安尼骂你啊，安尼就是毋对啊。我来找算账。不，娘囝，你先坐啦，先坐咧啦。你想看卖，真无简单，讲先生愿意收我做伊的学生。啊，即摆你来去找伊算账，哦，啊先生若无欢喜吼，尾也煞无人要教我读书啊。当时你惊啥？咱若有银两吼，啊，得好的先生嘛是啦，你惊请无上。
你就是有钱就会用的哦，娘囝。其实吼，阮兜较早环境嘛足好的了，迄是因为吼，阮阿爹吼自细汉吼，就一直要栽培我读书啦。啊，结果吼所请的先生吼，拢要请比别人较贵啦。阮兜就是因为安尼，毋则我读书读甲散去的。结果吼，迄逐个先生吼，拢嘛教袂落啊。尾啊吼，一寡先生拢嘛讲甘愿无爱趁即个钱，啊若无吼，早晚会叫我气死。好啦，相公，莫伤心啦。袂咧，我即个做娘囝的感觉讲吼，你无讲啦。哎呦，你毋是酒龙饭咧，你真巧了。娘囝，我有影讲，我有影讲。袂啦，你真巧啦，你是无认真呀，你巧。有影啦，我都有影实在讲你啊。巧啦，你无讲啦。哎呦，我讲你哦，巧就巧啦，你实在哦讲袂纯正呢，酒龙饭店。我是安怎啦？那人做娘囝的人哦，讲话安尼这么刻薄，谁会甲你安尼想？总讲一句哦，是我这个做母的唔对啦。较早我咧做千金小姐的时阵，大家已经真读书，啊，即摆若做学问的，阮娘讲的哦，都免有先生欺负啊，拢是我唔好。哎嘿，我你们啊，吼，我今日袂歹，我吼含海水咧搬拢啊招转来，来吃赞的。无啦，那一个伤心啊，一个吐梨啊，无你哪能我是冤家呢？哈，林长辉，哎，小姐，哎，我有一件代志哦，要甲你参详。什么代志你讲啊？就安尼啦，你毋是做道士？对。啊，人讲哦，若做道士的法术哦，啊，甲功夫拢足好的咧。是讲恁讲的哦，毋知安怎哦，头壳哦，敢若一条筋去塌掉的，先洗都洗袂过来咧。我是咧想啦，想讲哦，伊脑筋安尼塌掉的，敢真正拢无改性？这哦，啊，有，人讲吼，食心补心，食脑补脑，我今日生意不歹，所以我传这个上顶品转来，互你报者。来，不要讲了，来，紧来报者。啊，好，那种卡来，紧来报者，你头到这巧，这清醒，再搞谁来？啊，这，哎，哦，够香哦。胖哦，上顶品呢。好个，真好食赞啦。哦。金江辉啊，这是啥哈？啊，猪脑啊。我看吼，这就是亲阮这四查某鬼啊，拄啊变鬼变怪，煞害咱来行甲无煞煞。还阁有哦，相公，你毋是讲吼，你定定闻到这种臭扑味，一直是亲阮哦，这四查某鬼啊吼，用啥物较邪术啊，还是吼一种迷魂药吼，甲你害的啦？夫人，若照你安尼讲，像阮姐啊，毋都足有本事，足厉害。这先生是足厉害啊！啊，无小波哪有可能在新闻了？老爷、夫人，以我所知影，外口一寡走江湖的人会晓邪术，拢会将当事者咧做啥物代志，家己嘛毋知影。无得卡，像阮遮，就像夫人所讲的，会晓邪术。想到亲阮啊吼，这四查某鬼啊，遮尔啊搞怪。相公，你看咱即摆是要安怎就好？什么要安怎？搭一个查某囡仔尔嘛，加死头路啊！甲死头路？相公啊，你毋是毋知呢？这样阮小弟哦，根本就无法度离开伊啊。若会当离开哦，我早就甲赶出去啊，搁等啊即嘛。老爷、夫人，既然像阮遮伊晓邪术，不如咱请一个法术比伊较高强的道士来甲伊拼。娘囝，连你安尼讲有理，不妨试看卖者。连辉啊，啊无安尼啦，这样代志吼，再交互你去做，好？夫人，包在我身上。代志若成功了后，夫人，你都毋通袂记咧。你做你放心，连辉，到时代志若是成功，我一定袂亏待你，哈？多谢夫人。
对，这个是哦，好似这上好。哎呀，金姐妹，小等小等，你即摆咧创啥？我做完了。笑死人！你做款人毋去外面，你等阮兜厝来啊？无啦，这是哦，在外面哦，袂合。啊，这哦，我头拄安尼运用过哦，才摕你上好上赞。啊，你是咧做啥物法？啊，都有一位公主哦，去护理者骂着，啊，我做法哦，要将迄护理者赶走。我护理者？喏，你倒，看我做法，你就知。来，你小声点，我做法。爱想。爱想，好，你创啊？啊，伊就讲伊咧做法咧管护理者。好啊，你毋是家己讲经到后孙啊，我甲你对了的。你给我出去！少爷，你是安怎啦？哪会突然间脾气变遐尔大啦？你给我点！我看到你就变吧，你给我出去啦！少爷，莲花啊，莲花啊！少爷，少爷，嗯你咧叫我？骨头哦，安尼感觉真酸，来，小可落的。是。少爷，这工课我来做就好啊，你哪着搁麻烦莲花嘛？莲花伊爱搁输互李小姐咧呢。你给我踢起来！哦，你这查某人真正歹心恶落洞哈！我也算唔知影你想要霸占我，啊，我要莲花来伺候我。哈哈哈，我知影啦，你吼咧怨妒对吧？你怨妒讲莲花比你较水，比你较少年。我甲你讲，我讨厌你，我介意莲花啦，安怎？少爷，你像姊啊，人少爷就一定安尼讲啊，你还讲唔出去，徛喺遮创啥？无可能的，无可能！少爷，你无可能安尼对待我对无？莲花。那你即摆是安怎啦？哎呦，啊伫外口就突然看到你大细声啦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李小姐，姑爷，少爷毋知安那吼，突然间发脾气啦，毋知是毋是人倒位咧无爽快啦？我无爽快，我敢若你咧破病啦哈！我人啊勇敢哪牛咧，我是看到你我就气惨，你有你敢出去啦你？少爷，小姐，姑爷，少爷伊拄则吼，人也搁好好的，毋知哪会突然间变安尼，敢会少爷去煞着？你才去煞着咧？人少爷讲伊介意我，讨厌你，你怨妒我，搁伫遐胡乱讲话，讲什么少爷去煞着，你才去煞着。亲文啊，可能是时王小弟心情无好啦，无你就出来一个啦。哎这代志我甲你管好啊啦。哎呦，即摆是安怎？我甲你讲，我吼要叫伊出去，永远拢莫惹我阮家。哎呦，我这个小弟啊，你性格嘛莫遐尔啊歹，来啦，莫甲赶出去啦。你着对念讲哦，伊自细汉安尼甲你伺候到大汉，生来吼，恁两个嘛是亲妹弟妈呢，莫生气啊啦。好啊，我无管遐济啦，反正哦，我一看你就讨厌啦，去甲我死出去啦！对啦，你出来一个，出来一个啦。不爱啦，我不爱走啦，我不爱走啦。这一定有啥物原因的啦？你真是唔走我拍到你做狗病，你吼。有啦，我话你讲你去出来一个我啊，你哎呦。不爱啦，要走恁走啦。算讲今仔日少爷伊若起笑甲我拍死哦，我嘛甘愿啦。你拢听着好，你拢听着好，好来，笑，我吼今日准备甲你拍死。你啊，你别看你去，好。金姐妹，哇，这厉害！安怎？我想袂到这么厉害啊！嘿，我想这护理者普通的尔，想袂到这导演这么深无？金姐妹啊，你是法度无？即摆要安怎啦？我唔相信。好，我绝对要分析甲伊拼。请问啦，是安怎啦？少爷，我要你死！物件，我咧看金姐妹咧舞到安尼是有影无影呢？气势袂歹啦，应该哦是真实的。
啊？哦，当时啊，就是拢你这个善书生咧避规避怪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这个代志莫管咯，你若要管哦，我互你好看哦。